巴西仔，如果往來將軍澳同埋荃灣，唔知你會唔會覺得呢個距離好遙遠呢？但係其實當你揾到一條啱嘅路線去坐，瞓醒一覺就到啦。呢條路線就係290路線啦。呢條路線有好多唔同嘅分支，包括係290A、290X 呢3條就係全日服務嘅。如果係只係繁忙時間開嘅呢，就有290E。佢哋嘅分別主要係將軍澳嘅總站唔同，同埋去到九龍東嘅半山區域服務嘅範圍都唔同。但係要講到最直接嘅就係呢條290路線啦。雖然近年呢條路線縮短到去到坑口北，如果喺將軍澳中心一帶嘅呢，就一定要坐290A 或者290X 啦。呢期放工我就要由將軍澳寶林去荃灣，我就坐呢一架290巴士喺怡心園上車。呢架巴士會經過將軍澳山上嘅寶林北路、翠林村、康盛花園、馬油塘村，再去到九龍山上面嘅寶達轉車站，之後會用一種半特快嘅形式去到彩雲村白虹樓先有站，再落彩虹站、彩虹村、黃大仙、龍翔道、葵涌道、麗景村，再直落葵芳、大窩口，再去到荃灣眾安街，由寶林去到荃灣市中心唔使1個鐘頭。如果坐港鐵嘅話，由寶林站去到荃灣都要啱啱好1個鐘頭，仲要轉2次車添啊！所以如果坐290系列喺龍翔道唔塞車嘅話，其實係往來將軍澳同埋荃灣嘅最好選擇。加上呢一條路線喺2013年開辦嘅時候，佢係一條招標線，所以佢嘅價錢非常之平啊！佢嘅價錢只係收緊12個1就可以由將軍澳坐到荃灣啦。呢個距離長達24公里，非常之抵啊！比起港鐵嘅13個2更加抵。